来继续来看有这个关键甲插画家合作出一款耐警察的大图，唔有家己的行为，佮有妄加的动作，才拄拄推出，就已经卖出1500组了。关键这边勤务保护民众以外，长官交办的代志当然嘛真济，时常在外口通讯的软体联络业务，都基层的关键甲插画家合作，将日常的艰苦画作大图。 主管要赶快逃啊，或者是首长跟我们要绩效，有趣文案已经收集1年多了。那想说，趁这个机会，我就把这个东西结合插图来试看看。从同业之间才知影的行为加上插图，像二组就是讲上级的督导单位，插图就开始卖下载量就冲上百行榜。主郭群官督导，他马上就有人说：“赶快大家不要手电查询，不要回来这样。” 用大图代替文字，省拍字时间，加上这个图加添情景，引起共鸣。正常用就是那个累翻啊。他会不会觉得用这种方式跟长官沟通的话，可能有时候会我不敢用跟长官沟通。为什么？这比较不尊重吧。有关警烦恼讲，若安尼会失去分寸，嘛有关警对这个大图比自信。这是诈骗，收到准办。 短短一天，大图就卖1500组，甚至要刑事警察还是消防员，嘛希望讲会使有因的职业大图趣味一下。